帮办。伊对批哦，无咱后壁不前日伊就来烦，要咱去，伊就是对批哦坐来金门，咱对台湾坐去金门，无啦，伊对批哦坐来金门啦，咱对台湾坐去金门，有影配合了，做伙去办了，安尼伊听帮办。集团主呢，伊咧嘛是爱趁钱啊，咱前面讲到忙中偷闲，伊咧带旅行团，伊拢刚刚淡季的时阵，郑州伫青岛咧迄种迄落啥，需要帮办的时阵，伊拢贴目时间去青岛咧帮办。无形中是安尼对你来成功你着要加温规的整个拢开始咧改变。所以你看，咱目前今仔去伊就是要去要重新设啦，因为换个兴趣愈来愈好。迄互咱显示讲道德殊胜，这是咱看到有形上的有形上的改变即马咱来讲无形上的改变，无形的改变互咱会感受的道的殊胜。因囝因为两个儿子顶个月我是听讲的，几个月前，伊就甲伊的朋友，就伫溪湖咱知影溪湖就是有水嘛、海嘛带两个就是因两个甲因两个去游泳去海边游泳游在游咱毋知，那伊的朋友就爬起伊朋友爬起这个囝啦就是新产主因囝儿子太无起来。无起来，当然会吹各位浅显，如果咱若甲一个同伴去游泳，伫咧海里咧游泳，结果咱起来，迄个无起来，咱会安怎？咱就是紧张开始吹无了赶紧拍小就是靠时间主因报讲，恁儿子拄会拄无起来呢？你相信？各位浅显，如果咱若接到迄通电话，咱会安怎？咱足紧张，是安怎才无起来？当然呢。开始要找联络救难小组，就是消防的嘛，就通去找结果消防的去找找点外钟找无。咱各位浅显，点外钟找无，咱心内安想，还会出代志的。伫迄海，伫迄底水呢，是伫路上呢，伫迄水底呢，点外钟找无呢，要安怎？结果呢，时常就拍电话倒来台湾，本来要找咱付钱人，因为咱付钱人我好去大学机会，所以我找曾经理，曾点人师，伊叫曾点人师讲自闭的，我紧叫一寡浅显就咧读自闭头，迄就是赶紧唯有的求上天慈悲啦，后要安怎？赶紧的，赶叫这浅显来读自闭头了呢。经过半点外钟了呢，迄个徐潭子呢，就是讲读自闭头了，半点外钟，徐潭子对溪湖打电话来报平安。咱就感觉哇，他有遐神奇的仙佛真有够慈悲，因为读慈悲头了经过遐
5结晶，为了国经呢，伊发明即个新智，伊去发觉着体5感家己有一个本性。这是经济足好的哦，经济足好的哦，而且呢，佫着用讲迄个英论英论就是讲经藏，佫迄个论藏，伊安尼佫有伫咧研讨时阵呢去研究着维摩经的发明心地。啥物叫做心地？心地就是讲了解咱家己有一个本性。各位先生，较早拢是爱安那修修，才有法度去体悟。咱即马咱早道天人师道，咱即马是啥？先互咱求道。求道就是呢，互咱呢迄着讲找着咱本来面求道的当中，咱只要有缘，咱讲无讲来来开，有缘的快快来。咱即马是先得着求道，就是先互咱找着咱家己的佛性，先甲咱点开咱的佛性，互咱知影讲咱家己有一个佛性，点开我们的生死窍。这个当中呢，你看过去是无的哦，这是有够殊胜的哦。所以伫迄个清净经讲讲来得道啦，咱就讲求道就是得道啦。人讲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一个名称啊，其实咱伫得道的当下，伫求道的当下，咱敢有摕一个物件互咱？没有，是咱当下了解讲，原来我有一个佛性，就是我本来面目。这就是先互咱确认、确定讲，咱有一个本性佛性，甲佛同款，但是因为咱是先求着啊，毋比像咱的下面遐后面学习讲一寡甲诸佛所学的理念拢契机的，安尼无，咱即马因为咱先求道嘛，所以呢，咱人讲求道是无差差，必须爱安怎？爱行道。咱即马求道了，就是爱修道，就是爱行走对了人生的道路。人应当念书人伊是豆豆修来先修啊，所以看经咱有来看有就是做囡仔开始看，所以人伊有法度发明心地，了解着心。第一个物件就是讲，知影有一个佛性，毋是，咱呢是人古上天慈悲大爱一句，咱来求道，先互咱找着，但是咱来透过着修道，甲咱本来咱内在无的，咱即马咱内在无的你叫咱去念着，你念着啥？贪、嗔、痴。有的人讲不正见呐，有人福建，有人是讲不正见呐，有的经内底是写不正见，意思就是正见，就是讲呢，咱修道就是要去除咱心中去除咱本性中污秽透过修道要去除咱本性中无的啥贪嗔痴慢疑恶见，这6项就是咱每世人的灵魂烦恼。由这6项演化出去变偌济
清的烦恼。所以咱伫迄个较这篇第二篇就讲，如果说人若无84000的烦恼，咱的自性中有具备了84000的智慧自然就显现，就是因为这大项莲花出世的有84000的烦恼。啊，你看咱世间人烦恼有济无？烦恼足济啊！所以伫这个烦恼的当中呢，咱若无透过修道，若讲咱行到了人生的路去行到，无哪有一句话讲啊？世间的路吼千万条，唯有啥修道不无。因为你透过修道，就是要开始净化你八识当中所开的遐无好的种子，要甲伊净化掉，安尼就产生变好的。而且你的命嘛开始咧转啊，开始咧转啊！所以各位先生，咱来听经，毋是像人一般讲听小说啦吼，还是咧看电视啊，毋是。透过着真理的体法，而来净化咱家己思索入来，而来净化着咱内在、咱八识当中遐无好的种子，就是这叫做根本烦恼、根本的烦恼。啊，咱若要甲这吼，慢慢去除了吼，咱烦恼就来有少。哦，所以第二个呢，修道就是行到了人生路，走对了。哦，修道无互人啦吼。那行道呢，就是讲美化了人生的行为。
久，但是讲吼，像讲我要甲伊讲吼，假设讲去到国口啦吼，好，我要互你安怎？你若心内底无即个歹个念头啦，你的言语绝对袂去讲迄句话，各位先生。所以圣灵甲你讲个也毋是互我迄落咯，就是讲，所以讲咱爱家己咧透过着修道，咱若像咧你称人心，你若去称人心，你就会伫言语内底，你就会恶口。啊，你若慈悲的心，你伫言语内底，你就是足柔软的话，就是互人足舒服的话。哦，因为你心内底是慈悲，所以你的言语就是足柔软。就是互足舒服的话，你的心内底若是足嗔恨，就是讲足生气，但是咱无看到，但是对你的言语，就发动去察觉着，因为你的心内底有嗔恨。哦，所以咱就透过学习就是咧启动，因为你若了解了，你就去做业，你袂去做业，哦，你袂迷惑，你就有智慧。人讲吼，圣灵甲咱讲，心心。不以温明，恶以动以动机，就是讲你的心稳，你的心咧亮。假设讲我心咧称分，我已经知影系啊，我的心咧称分心，看着这个景，我无爱，我去称分心。但是当下我有法度同时转念，我的言语就袂去讲着迄个恶口的话，讲我遐无好的话，因为你已经甲制止啊。所以金刚经，所以迄圣灵拢甲咱教方法咯。金刚经伊教咯，伊讲吼，如是诸，如是行路其心，嘛是咧讲即个迄个。金刚经伊讲的。如是诸，如是行路其心，就是讲你用你的本性来降服你即个恶心，因为我起了嗔恨心啊，我爱赶紧用我的本体，用我即个佛性来做主人，赶紧来降服下来。我伫言语上，我就袂去做恶口，我袂去做恶口，我就袂去做嫌个无好的因缘。啊，你袂嫌做无好的因缘，当然你处处就叫人结啥？结善缘，啊结善缘无用着，你的贵人就足济。这拢圣灵咱教的哦，哦，啊咱行呢，所以直接讲行就是美化人生的行为。因为咱无伫即个当中，咱的心已经是净化，拢是清净慈悲平等的。那咱所流露出来的行为，就是足好的。所以美化咱人生的行为，咱袂过去做业。做罪，吼，到最后成道。成道就是吼，看到自性光辉，为因互应。归因互伊嘛，回归到咱的国家中嘛。所以追求到遮，即个当中，即个中间，就是过程，就是咱要学习的，就是要甲咱无好的将来去除掉，才有法通恢复，所以呢，伫迄个啥《六祖坛经》字内底拢要教咱方法，甚至字拢是变性。当咱著玉组，咱的迄个
人生万法，就是伫这个当中呢，伊已经无遮物件，因为因呢拢清净的，拢是清净的，所以呢，自性当中有法度去生发着万法，所以爱讲善知无量，就是讲这个经济，伊就五字来讲，讲你讲善知无量。 公道有情，有无将来无能完全。善知无量，就是讲你护念你这个心，因为你这个心内底，你这个佛性，你讲求道，就像咱求道，咱有这样个佛性，但是这边像幼苗像无安怎？ 阮隔壁厝边吼，咧种一个吼，就是讲咧食降血糖的啦，降迄个肝的啊，佮会当吼抗癌啦，吼爱着种一丛，就是体吼着甲互抗施肥啦吼，就栽啦，结果伊家栽吼顾无好吼，我拢连互我伫迄个过程咧顾，伊把互我顾甲吼育起来，就是善知，善知，因为即个幼年足幼，你爱好好去家，就是讲咱的心。 足幼，咱的心迄个性足幼的时阵，还是茁壮的时阵，咱拢意识性的做事。所以你圣人还讲安尼讲，爱转识心智，因为咱的识足强嘛，咱智就是安尼。所以你看伊开悟的时阵吼，有自甲交代，善知无量，就是讲你即爱念你即个佛心爱定顾着，而且爱怎啊，广度有情。所以讲咱伫迄个。 咱即马拢有咧来篇心得分享吼。咱目前来讲修行，第一篇修行的真谛，第二篇修忍爱生根，第三篇修行爱迄个讲吼行身，伊迄有站出来，有迄个修行就是安尼修，就是一定咧就遮呢吼，他我讲的，譬如咱父母的贪嗔痴，即个有渐恢复咱本有的清净自悲定定这个真心。本来吼，咱是清净的哦，是安怎修悟了嘛？所以透过修行，就是爱去行嘛，爱去实践嘛，就是一只嘛。广度有情嘛，咱知影好，咱袂使咱家己就好啦。所以咱怎安那，就是爱内修家己，外爱度化有缘的兄弟姊妹。你看幼稚迄东西，你到了后。 伊的迄个五字嘛是安尼讲，善知无量广度有情，留无将来无能完全，就是爱度化他们姊妹。共款啊，讲到咱，所以咱咧看经听经，爱留来咱家己。因为在这当下，咱嘛是共款，咱即嘛是求道、修道、去行道，就是爱安怎？善知无量广度有情，安尼咱的广度才会来。若无咱会。 做了啥？做了哈，就是吼，咱旁台老爷，自比拢讲，咱两个人生是不是阿罗汉？我咧讲起来，迄落，也迄落讲吼，咱迄落遐笑就讲，咱嘛是阿罗汉，就是阿罗汉拢无是无法度达到呢光明国嘛，因为必定吼一个样，所以就爱广度有情，所以咱今仔日吼有因缘，咱就是爱去广度咱兄弟姊妹。 这嘛是三朝普渡的因缘哦，你看，无法今仔吼拢是甲咱吼，等下较分享的内底，来再来分享一段。你看咱咧办的呐吼，迄个天道是天人天，咱讲天甲人合办的哦。顶日啦吼，像讲迄日老分享，咱迄个遐日嘛是分享的。咱咧讲吼，去就讲迄个维珍遐咧办，结果吼有20个，即马。 其中有一个吼，就是讲吼，迄个五父千岁的祈手啦，
能你无看到啦，因为我嘛无看到啦。但是呢，就是讲，这个所在百步以内，就是有先父爱护持，因为咱咧办这个吼，迄个讲点道仪式，吼，爱就讲，安尼，因为互遐咧讲三宝啊，讲三宝的时阵呢，吼，我讲好啦，讲吼，咱今仔日书圣吼，咱有这个人生遮尔吼来求道，吼，遮，就爱当求道。你今仔若毋是得人生吼，你要求道，无办法，爱明白。但吼，你若讲今仔日是拄好吼，迄下暗暝暝时阵，你去出去，迄个像熊猫啊，熊猫趁了侪钱啊，讲要带来求道啦，吼，一年也政府讲趁偌济年，政府讲无带熊猫讲来求道，大家都毋敢带，因为毕竟伊虽然伊的性格呢就是共款，毋毕竟伊即个躯壳甲咱无共，所以伊袂当，伊就爱搁修讲吼有因的，看啥物因的，才有法度通来求道。共款啊，所以伫即个当中呢，吼，迄个机场呢，吼，迄个讲三宝的时阵吼，咱了是讲较少人会去问即句啦。伊迄个机场就对互较甲我问讲吼，啊，迄个，若安尼阮五府千岁才会当来求道，伊可能是五府千岁机场，所以就一头讲，阮五府千岁才会来当求道。遐尼讲吼，私底下遐尼讲，迄问五府千岁咧问无好，较少人讲吼，第一讲求道就咧问讲神爱当求道，有遐人讲吼，神会当求道，但是神袂当像咱人遮尔容易是安怎的？因为咱有即个肉体，吼，咱会当求道了，咱会当啥？去行道，吼，咱会去行道，咱会去广度有缘。但是神，伊毋是，伊求道了，伊就直接去到阴天啊！啊，所以伊必须爱安怎？伊必须爱讲完过满，才会使讲过圆满，就是讲讲得爱有够，伊才会当求道。差别就是差别伫遮，吼。所以呢，咱今仔日咱爱家己赞叹家己珍惜，咱今仔日有即份的因缘，即若殊胜的因缘来听班。来修办，这是非常的殊胜吼。所以伫即个当中呢吼，即个六子，迄个即个贤策呢吼，伊已经了解着吼，伊去到咱着讲有即个心呢，有一天呢吼，伊去断着呢吼，即个迄个讲啥？六子的弟子啦吼，就是贤策啦，吼。我师弟子贤策相吼，就是讲的吼，两个人讲到投机啦。贤策呢，就是吼，拢会温柔似海，伊毋是吼，赢即个迄个讲贤姐吼，两个有约，毋是伊到迄个所在，马上讲去来拜访。哦，像咱迄个曾祖长吼，伊咧逛街散的吼，到会拢会去拜访，啊，就加参访安尼吼。啊，所以呢，即个贤策呢吼。伊甲即个迄个讲贤姐禅师呢，两个吼讲吼做投机的，而且讲出来话拢暗合自作啦，就是讲因讲出来的言语呢，不只是吼，迄个讲吼，人讲出口心中尔，不只是安尼哦，搁咱讲安怎，拢讲到吼，诸佛的力量啦，诸佛菩萨的力量，拢足相契啦，吼。所以呢，即个贤策呢，贤策呢，伊就看到伊好简单，你拢有当讲到性体物件，讲到实体物件，这真无简单，所以就甲问啦，问讲贤策就甲问啦，问讲仁者你定法属谁啦？就甲问讲亲像讲咱甲人咧咧相谈的时阵。伊的道学有够好啊！你无简单，你是学啥？伊安尼问。因当时因当然因阁无熟悉嘛所以就讲你的师是啥物人啊？即摆即个龙家大师呢，就来讲，我是听方鼎经论各有殊胜然后呢，搁看维摩诘经，无不心中理有尽明者。即个就讲贤姐大师
伊就讲啊，伊就讲安怎？讲吼，我因为呢，我逐年吼进前就是拢会吼去研究着即个吼方等经。啊，方等经吼是一套呢吼大乘佛法嘛，吼，就是包容了经藏甲论藏啊。哦，这内底就是大乘经论啦吼。啊，这内底呢就是拢爱安怎各有殊胜，就是祖师代传一代安尼直传落啦吼，都有祖师的开示啦，才有办法吼去觉悟啦，觉悟着本性啦，吼。所以这拢有伊的吼相传，一代传来。因为先册就是看永嘉大师吼，哦，运气真好，啊，做有迄个讲人讲吼，迄个年纪足轻，啊，搁咧做迄落的哦，安尼可能伊的师傅吼来说你啦，所以讲吼，啊，但是呢，这个是迄个永嘉大师讲无啦，这我是家己吼看红顶顶的，就是看大乘佛经的啦吼。吼内底记载，啊，然后搁吼，搁看迄种迄落维摩诘经，吼，安尼啦。啊，看维摩诘经了后呢，伊讲伊去吼，发觉着讲吼，心地光明，会当吼，就是领悟了、体会了，吼，心中感觉本身有一尊佛啦，吼，安尼啦。啊，毋过呢吼，迄落永嘉大师呢，伊讲老实讲啦，吼。伊就甲先册老师讲，毋过我是安尼学落去吼，毋过啊，叫无人甲我证明吼，讲我学的理念是毋是你着这正法啦？哦，这迄个爱当咱认可，就是就讲呢，人甲认可讲吼，这安尼对，安尼才是讲吼通话啦。因为虽然讲家己体悟讲有够呢吼，悟够神圣的物件，毋过呢无人甲咱认可安尼吼。无定啊，搁毋知影是毋是啦，吼，啊，即摆来，吼，咱吼，咱父亲人吼，伊这有四岁，啊，咱所以吼，咱安尼来学习一下啦，吼。即个贤策呢，吼，伊听伊安尼讲了后呢，贤策就来讲啦，讲伫威音王以前则定啦，吼，啊，若威音王以后呢，无师自我呢，吼，真是天地外道啦。吼，即个贤策呢，吼，伊就来甲讲啦，讲吼，伊听即个贤者，吼，即个讲吼，永嘉大师讲了后呢，伊就甲讲，讲若伫威音王以前呢，你若安尼悟吼，安尼是自悟，吼，无师会当自悟啦吼。威音王呢吼，就是伫吼妙法莲华经内底有一个吼常不轻菩萨。哦，啊，什么叫常不轻菩萨呢？迄个常不轻菩萨呢，就是哦，伊体悟到每一个人拢是佛，所以无论看到什么人，伊拢讲哦，你是一尊佛。所以到尾啊，太啊讲吼，啊有个人当做讲吼，拢会甲讲吼，你是圣经的呢，他会讲安尼，我毋是佛啦。啊，其实伊是看到咱的本体，就是每一个人拢是佛，所以咱大讲哦，尊敬的。所以到尾人咱甲号做讲吼，常不轻，就是袂去轻视兄弟姊妹，因为就是常不轻菩萨吼。所以伫迄个《妙法莲华经》内底吼，伊就记载即段啦，就是讲古早时阵吼，伫个无量无边的吼，有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吼，有一尊佛吼，叫做威音王啦，吼，啊，迄威音王如来呢吼。哦，但是啥物时分吼，迄个记载吼，咱去甲头合就对啦吼，就是讲足久安尼就对啦吼。迄个时阵呢吼，有一尊佛叫做威音王，吼，就是这个意思。啊，咱若伊威音王吼，以前得到的吼，就是吼众生呢，因为吼，伊家己法当自悟啦，因迄阵仔经气啦，也是未紧吼，迄佛缘拢足深的。就是像咱讲的，无三无量，吼，所以呢，伊家己有法度吼去领悟啦。那伊才后壁来讲吼，威音王以后呢，如果若无师的话，吼，自悟，拢是天地外道。为虾米差者？啊，
毋是众生，毋是拢开苦有想吗？是安怎伫威音王以前得到的，就会使；啊，若伫威音王以后去悟到的，吼，就叫天人大道，是安怎？因为呢，咱到威音王以后呢，已经呢，吼，咱的有性，吼，咱就是烦恼足济，已经呢污染足济啊，所以咱的习性拄啊，吼，甲咱分享的讲，咱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恶见加，已经呢有量太深啊，所以呢，吼，无法度像头仔呢，有法度家己吼，去自我啊啦。因此呢，啥物叫做外道？外道呢，就是讲离开本心，往外求，就是外道。